咁多波鞋點收藏？縮細佢咪得咯。同真鞋比較，佢真係好 Q 啊！七仔45週年撞啱 NB Grade Day，推出咗經典 NB 鞋款模型啊，鞋盒都可以玩，上面仲有今次聯成嘅 size label， 連襯子都有 logo pattern， 每款鞋都由唔同組件組成，鞋底、鞋面、鞋帶、支架，連個大 N logo 都可以砌，每個型號都有2隻色，可以隨意組合唔同嘅配色。佢仲有磁力，可以吸喺雪櫃供奉啊！有邊啲經典鞋款？574國民鞋款，990經典中嘅頂級，2002復古版 Y2K 啊，204L 近年最潮啦，2010上年先推出嘅重塑型號，仲有鞋王1003，每5年復刻一次嘅 JP 版都一鞋難求啊！點可以得到？最搶嘅1003其中一隻色會喺盲盒抽到5%極限量，喺 NB 購物滿1600蚊就可以得到另一隻色。其他型號總共10款，都可以喺七仔儲印花以盲盒形式換購，即日起至7月3號就有得換啦。你又最鍾意邊款？